袋都好好睇喎，呢個袋佢個布料係好特別嘅，係有少少令令地反光嘅質地，類似風褸質地，但係咧做咗少少令面嘅 finishing 嘅，實物見到你會覺得哇好靚喎咁樣嘅，有一種 premium 嘅感覺嘅。咁佢入邊都有暗格啦，入邊個蝴蝶咧其實係可以除出嚟嘅，我就綁埋佢落嚟啦，因為覺得綁埋落嚟個款會特別啲啦。你可以愛嚟紮頭髮或者箍喺你想箍嘅地方啊，但係我覺得箍喺個袋度咧都好好睇。咁佢嘅 detail 就係呢啲縮窄邊啦，咁係你自己縮嘅啫，兩邊都有繩俾你縮嘅你。咁呢條邊其實可以反去後面都得嘅，咁但係我覺得反去前面係比較個款特別啲，可以較長啲啦。嗱，如果較到最長咧，可以咁樣側孭啦，或者斜孭都 OK 嘅。咁我綁翻個蝴蝶，其實好容易就係你咁樣圈一圈，跟住咧將佢穿過個蝴蝶咁就 OK 嘅。好靚啊！呢個袋有4隻色：銀色、粉紅色、米杏色同埋黑色。我覺得咧實物其實黑色係最有型嘅，同埋個感覺係最 high end 嘅。我覺得可以孭去啲正經啲嘅場合都 OK 咯。佢個布咧黑色嘅布個效果咧都好好睇。然後有型嘅話，銀色都有型嘅，粉紅色就比較 Q 啲嘅。然後最百搭咧，我覺得係呢個米杏色。我自己都好難揀，我諗我會睇下嗰日襯邊個就用邊隻色咯。我4個都會留俾自己。